推广青年艺术创作，台南生活美学馆对2年前开始推动青年创作培养计划，透过甲以前无同的思考方向，跳脱传统的可能性，佮有无同面向的差异性来进行相关的主题探讨。因为我觉得说，既然我们这个空间是for我们的青年人们的，所以它应该容许有更多的实验性或者是可能性。所以，其实我每次对我们这个空间的展出，我都非常的期待。那刚才也跟院长提到，就是说上个礼拜六，我们的部长李永德李部长来看我们的林志信的大展，那馆长特地邀请他来我们的这个空间绕一绕，那他看了也很惊艳，然后他甚至还可以细数说他去年来看了什么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每次的展出都是让人家非常的印象深刻。这摆展览主要以实验性的集体创作，透过无同的作品来做结合，整体作品呈现出特殊的风格。所有作品同时嘛会当独立拆开，嘛是一个完整的作品。透过安尼理念比作现代的城市，大家人拢是自由的意识，伫咧城市中相处的时阵，可以当制作出无同的绘画。这次的展览其实大概是一个城市生活的缩影那样的印象啊。我觉得你可以看到，比如说有很多学建筑的学生，然后有很多学某种当代科技的技术的一种创作。那这些资讯大概都是很多可能都从网络上来的，也许是模仿，也许是什么样的尝试。但是当它被集中在一起之后，它会产生一种，就像说像我们现在的城市里面，每个人的个性都好像很不一样都很有个性。但是当所有人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到底这一群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它可能是比如说每一个个体之间完全没有交流的，或者某几个人他会变成一个群组。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效用？它很像当代的城市的一种生活模式。这摆展览伫咧台南生活美学馆展出，展览期间到6月18号，欢迎民众伫咧做好防疫措施的状况之下，会当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